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要同大家講下灣灣。咁啊，中國軟實力其實都好少同大家提灣灣嘅，通常喺政治層面去講。但係點解我哋要提灣灣呢？因為我哋見到鄭麗文啦其實今次嚟到中央度傾偈呢，好特別嘅就係呢喺台灣裏面呢引起好大嘅討論。咁呢一個討論呢，當然係壓佢啦，係嘛？等佢唔好呢就講太多嘢去影響佢哋而家民退黨嘅做法。咁今次呢，其實會唔會係令到我哋去思考下呢次嘅和統係最後嘅一次呢？即係嘅機會跟住落嚟會唔會武力呢？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值得討論嘅咁最重要嘅就係今次我哋見到鄭麗文除咗喺同我哋習總書記傾偈之外啦，咁今次呢，佢嚟到我哋中央嘅時候呢，話要攞480萬台幣嘅補助結果呢，喺台灣裏面呢，就引起一啲軒然大波。咁大家知道，我就喺4月中嘅時候呢，去咗台灣一趟，咁就了解下台灣嘅民情啦究竟係點樣嘅情況。咁今日就同傑哥呢，就分享一下即係有關嘅情形係點樣。咁節目開始嘅時候，請大家訂閱大衛上嘅頻道，留言點讚、分享、睇廣告，感謝大家嘅道理支持喂，傑哥你好大衛好，各位觀眾好咁都幾特別嘅，因為鄭麗文係喺台灣裏面嚟講係一個比較敢擔當同埋即係佢嘅口才相對比較好嘅一個政治人物嚟嘅。咁喺台灣入邊，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主流就係一個不統不獨噶嘛，係嘛？即係佢哋又唔想去俾統一，亦都唔想即係唔夠膽啦，唔係唔想啦，唔夠膽講獨立。咁基本上嚟講，維持住一個不變嘅狀態，即係所謂嘅保持現狀啦。呢個我諗係台灣而家暫時嚟講最大嘅主流嚟㗎啦。咁喺呢個主流入邊，佢夠膽講自己係中國人，亦都夠膽講九二共識，同埋夠膽講佢唔希望即係永遠，即係佢個政治嘅主張係唔可以永遠保持住呢個即係現況啊！佢覺得其實係要變嘅。咁我記得喺一個訪問入邊啦，咁主持人問佢係咪支持統一啦？佢咁樣問佢啦。咁同埋問佢即係呢個即係對統一嘅睇法啦。咁佢就話其實統一咧就唔係一個口號嚟嘅，即係亦都唔係一觸即發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咁因為其實兩岸相隔咗咁耐，即係大家會有好多嘅矛盾，咁唔可能話即刻就可以做到統一嘅。咁同埋佢另一方面佢都話啦，但係亦都唔可以即係永遠咁保持住現況嘅。咁如果要改變呢個咁嘅現狀嘅話咧，佢覺得咧需要兩岸嘅人民都樂見嘅情況底下先至可以做嘅。咁同埋咧，佢最緊要佢自己後面再講啦，就係話，即係如果統一嘅話咧，即係希望係台灣，即係會尊重台灣人嘅意願啊。咁希望台灣人民咧係樂見嘅情況底下咧，先至去做呢個統一嘅。佢話統一唔係話用把刀架喺台灣人嘅頸上面逼佢哋統一嘅。咁我覺得呢個都啱嘅，即係佢一來係即係順應翻或者叫佢講到一個台灣人。即係台灣當地人嘅一個可以接受嘅口徑啦。咁第二，佢亦都係即係講出咗一個兩岸人民都樂見或者大家願意嘅情況底下去做嘅。咁即係唔可以話揀逼咯。即係呢個我覺得幾有道理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今次嚟訪咧，即係其實係即係對於和平統一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嚟嘅，亦都係一個好適合嘅人選啦。咁再加埋而家個國際個局勢。即係風起雲湧啦，即係相對叫做戰亂紛飛啦，可以咁樣講。喺即係某啲大國利用自己嘅軍事實力去綁架他國嘅總統，又或者去即係隨意殺害其他國家嘅最高領袖嘅時候，咁我哋發放一個乜嘢嘅基調，發放一個乜嘢嘅聲音去俾全世界聽咧？即係我哋到底係講一套做一套啊？即係定係我哋即係以固知自己嘅一個原則做事嘅方法用盡我哋嘅全力。去促成呢個和平係嘛？即係如果你連自己屋企嘅事你都要靠武力去解決嘅，你點樣可以叫出邊嘅人信自己即係我係一個講和平
講口齒嘅人咧嚇。咁所以我覺得鄭麗文今次嚟到係咪台灣事件咧和平統一嘅最後希望咧？我覺得唔係嘅，即係喺中央嚟講，其實最主流或者佢哋最想做嘅方案依然都係即係和平統一嘅。咁今次鄭麗文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契機啦。咁萬一我講萬一佢真係俾島內人士即係所謂嘅打倒咗啦，咁或者推走咗佢啦，咁其實會唔會呢個和平嘅契機就冇咗咧？咁我覺得都唔會嘅，一路都會係保持住呢個運作嘅。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幾值得思考嘅問題就係，即係今次絕對唔係和平統一嘅最後嘅機會啦，即係台灣嘅。咁但係會唔會國民黨最後嘅一次主導和平統一嘅機會咧？呢個我覺得就反而相對似乎係成立嘅。即係如果今次鄭麗文係失敗咗嘅，咁國民黨其實應該就會四分五裂㗎啦，因為佢鄭麗文今次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高叫即係呢個佢係一個中國人，同埋支持九二共識，同埋會即係主動去做呢個溝通促成和平統一嘅咁嘅方案，去做佢個選舉嘅，即係講國民黨黨內嘅選舉，而且佢係即係相對比較高票，超過50%嘅即係黨代表票係支持佢去擔任國民黨嘅主席嘅，即係所以相對嚟講，其實佢喺國民黨裏面咧係有一定嘅即係支持度嘅。咁如果佢今次真係俾人即係因為佢俾抹紅又好，俾抹黑又好啦，俾國民黨內邊嘅人或者係民進黨去即係推倒嘅話咧，咁其實對國民黨嘅繼續嘅一個統一嘅即係嘅力量咧，即係相對比較係一個好大嘅破壞嚟嘅。雖然國民黨本身都即係出咗名㗎啦，即係內鬥係即係非常之在行嘅。咁但係今次呢個絕對係即係國民黨一個叫做生死存亡嘅時刻啊，可以咁樣講。因為其實佢哋一向以嚟喺選舉失敗咗之後咧，佢哋都保持住緊跟民進黨嘅步伐啦。民進黨搞呢個抗中保台，其實佢哋某程度上亦都係行緊同一個基調嘅，只不過發覺根本都搞唔起，因為其實民進黨已經食正咗條水啦嘛。咁而家到佢哋做嘅時候，佢哋發覺搞唔起，而且民進黨亦都即係越嚟越變本加厲啦。即係大家睇到柯文哲嘅下場啦，即係已經進入咗呢個政治打壓監禁嘅即係一個咁嘅時候。咁如果繼續落去嘅時候，民進黨會唔會因為國外嘅形勢咁複雜？就講中國外嘅形勢咁複雜，即係國際形勢咁複雜，會唔會即係加緊去打壓佢哋本身台灣島內面嘅一啲即係反對佢嘅勢力咧，一啲促統嘅勢力咧，咁導致到佢哋會可能對國民黨有一啲出手啦嚇，咁呢個唔出奇嘅，即係佢橫掂對柯文哲已經做咗啦，國民黨唔爭在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國民黨本身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所謂嘅二把手啦嚇，其實對呢個路線係有相對嘅質疑嘅。咁你睇翻即係鄭麗文佢今次嚟訪問大陸嘅時候，其實佢帶住嗰班即係佢後面嗰班人啊，其實絕大多數咧都係一啲支持統一嘅，即係佢係冇辦法去拉一啲半支持統一又或者中間派，甚至乎一啲唔支持統一嘅人嚟大陸一齊去成團嘅。即係其實佢某程度嚟講啦嚇，即係佢冇辦法去說服即係國民黨入邊一班即係死忠嘅一啲所謂嘅外藍內陸嘅人啦嚇，過嚟呢度嘅，咁即係過嚟大陸呢邊做交流嘅，所以我覺得係國民黨一次最後嘅機會，我可以咁樣講。咁但係即係你話會唔會國民黨主導呢個和平統一嘅最後一次機會咧？即係應該係咁樣講嘅，因為其實和平統一我覺得即係最尾都會係呢個方向去做㗎啦，因為其實個主動權係握喺中央政府手上面嘅，咁中央政府有足夠嘅能力咁去做呢個和平統一嘅。咁到最尾一定要解決到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你統一咗啦，咁最尾個管治嘅落實係點樣做咧？咁其實國民黨一定有佢相對嘅位置嘅。咁台灣嘅所謂民主啦，其實我哋叫做德毛克拉西制度啦，應該正確咁譯啦。其實唔係人民作主啊，係嗰班某啲財團或者某啲叫做外部嘅勢力做主，咁佢哋去控制啲人民，即係佢民理主咯，可以咁樣講。咁呢個制度只不過你以為自己揸住咗一張投票權就有辦法或者有權利去選擇自己嘅領導人，其實唔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方便之門大
開俾出邊嘅外部勢力，又或者外部嘅資本去控制你本土嘅人民嘅一個方法嚟嘅啫。咁啊，即係呢個大家都明白㗎啦，即係香港已經睇得好清楚，喺美國嘅選舉睇得更加清楚，到底邊個最尾嘅話事人咧？係咪？咁啊，呢啲就根本就唔係民主啦。另外就係嗰個所謂嘅自由啦，其實佢哋覺得俾中央統治之後，佢哋會冇晒自由。其實呢個都係錯嘅，即係你用翻主人翁嘅意識去諗，即係如果你被統一咗之後，成為咗即係中國人民嘅一份子，其實你有一個天生嘅權力，就係去制定規矩嘅。呢個國家嘅規矩由邊個制定？就係佢嘅主人制定。佢嘅主人係邊個？就係人民咯。即係如果你成為中國人民啦，咁你有權制定即係所謂嘅規矩啦嚇。咁其實你睇翻係好正常嘅喎，喺翻中國內地中國好多人好熱衷去管理呢個國家，制定規矩，去俾好多意見呢個國家係應該點做點做點做。咁譬如你睇翻網絡世界就睇得好清楚啦，即係無論喺上海嘅中產又好，又或者大西北嘅農村地方嘅一啲農民都好啦，咁其實佢哋都去上網去表達佢哋嘅意見嘅。咁即係大家都喺網上面，即係中國互聯網都有一個叫做熱梗啦，就話咧，如果某一件案件俾網上面嘅老百姓去做一個判刑嘅，咁個量刑起點一定係死刑開始起跳噶啦，因為佢哋嗰個討論係好激烈嘅，佢哋喺網上面會發表好多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咁呢啲就係譬如咁講啦，即係其實唔單止呢啲嘅，咁就譬如你如果真係好熱衷嘅政治嘅，你仲可以走去選人大啊、選政協啊呢啲。咁其實呢啲更加有渠道或者一啲義務，直頭上係政府逼你去俾意見嘅。即係我之前聽香港人大佢哋上面開會啦，北京開完會之後，其實佢哋會每人發一部pad 俾佢哋嘅，即係一部平板啊。其實逼佢哋去俾意見嘅。咁而且嗰部咁嘅即係做一啲相應嘅渠道啦嚇。咁就算佢哋翻咗嚟香港之後，其實都會係定期一定要逼佢哋對管治上、對香港上面有啲咩意見有啲咩立法嘅需要，其實係要逼佢哋去交嘅。咁其實呢啲就係即係當然啦，佢哋本身做到呢個位，佢哋係自願有政治抱負去做啦。咁其實就即係咁逼，只不過係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詞語啦嚇。嘅生動嘅形容啦，即係唔可以咁樣講。即係我講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只要你接受咗中國人民嘅身份，其實你就已經有一個主人翁嘅意識嘅，即係你有一個主人翁嘅身份去管理呢個國家。咁你就行唔行咩民主啊？即係西方呢個德摩哈西制度又好，或者嗰啲你俾外國點樣脅迫做美國嘅一個附庸國嘅一個自由就冇咗㗎啦嚇。即係其實佢失去個自由係呢一樣咯。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美國喺即係台島上面有幾多嘅自由啦嚇，即係佢又逼台島人食呢個瘦肉精豬肉嘅自由啦，亦都逼台島上面嘅人民食呢個瘦肉精牛肉嘅自由啦，亦都有自由將呢個二手或者垃圾軍備賣俾台灣嘅自由啦。咁台灣係冇權利、冇自由、冇民主去抗拒呢樣嘢嘅。即係大家都睇得明白㗎啦。即係台灣話自己所謂嘅獨立、所謂嘅自主民主國家，但係佢哋對住美國其實係完全冇自由、冇民主。咁但係佢哋點解又咁舒服咧？覺得係嘛？即係佢哋成日都會覺得我要同中國內地談判，咁我哋要和平，要對等。咁但係點解佢同美國談判或者同美國做生意，佢哋完全冇呢個咁嘅概念咧？即係可以對住美國覺得自己甘願係做下等人咧？呢個就係最大嘅內地人民覺得唔順超啊、唔鋸嘅一個點就喺呢度。即係你對住我哋，你有咁多要求，即係對住出邊嘅人，你就係低三下四，就因為缺乏咗呢個主人翁嘅意識。即係我哋最緊要就係要令台灣島上面嘅人有翻呢個主人翁嘅意識啊！即係我覺得有個比喻都幾貼切嘅，即係喺一個大嘅莊園入邊，咁一班農奴、一班丫鬟，佢哋服侍住佢哋嘅莊園主。嗰個莊園主咧就係我頭先講嘅美西方嘅勢力。咁但係呢班台灣人民咧覺得自己咧就喺呢個莊園入邊過住好和平、好舒適嘅生活，享受住佢嘅自由，享受住佢哋嘅所謂嘅民主。佢哋有權選自己嘅所謂嘅呢個叫做我哋叫管家啦去管呢個莊園主，但係佢哋成班都係奴隸嘅身份嚟。咁今時今日嘅忽然之間話聽聞共產黨要打到嚟啦，要解放佢哋，其實佢哋覺得好唔舒服嘅。你覺得個莊園主當然會有少少即係有機會會唔接受啦。咁但係調翻轉你諗，原來呢一班被統治慣嘅奴隸，其實佢哋都會慌，佢哋都會覺得唔舒服，覺得唔高興嘅。點解咧？因為佢哋一來就係受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唆擺言語上面嘅一啲佢嘅信息繭房啦，覺得
共產黨，即係咩共產共妻啊、落後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嚇，即係好正常嘅。即係佢同你講，邊個丫鬟秋香，你咁靚女點解俾共產黨共產咗之後，你又俾人共妻咗噶咯喎？你不如趁而家仲後生仲靚女，你不如去做呢個莊園主嘅16妾侍又好，上羅利島度服侍其他莊園主都好啦，係嘛？即係其實佢哋會覺得係喎即係做呢個莊園主嘅16妾侍或者上羅利島度，起碼都係服侍呢啲大人老爺啊，心甘情願，就唔想俾人真係所謂嘅共產共妻或者變咗低等嘅即係低人一等嘅呢啲咁嘅共產黨嘅即係所謂嘅一員啦嚇，咁同埋佢哋會好有意識地會諗呢個問題就係、我而家俾人統治慣啦喎，咁我到底遲啲萬一真係要自己出嚟揾食，可以點做咧嚇？會唔會冇咗呢個揾食嘅方向啊？即係連自己食飯點樣管理自己都做唔到咧？其實呢啲就係典型嘅一啲奴隸嘅思想，或者叫做被殖民慣嘅思想嚟嘅。咁其實呢啲思想要點樣打破咧？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就係即係等佢哋打開道門咯。即係你和平地打開道門又好，大力用武力打開道門都好，等佢哋真切咁睇翻呢個世界到底係點咯。因為其實呢個世界始終都係物質嘅，咁同埋人始終都係有即係慾念貪念嘅。你過慣奴隸嘅生活，咁你見識到主人翁嘅生活嘅時候，好多人都會主動會去做嘅。咁但係到底打開呢個門嘅方法係武力地定係和平地打開咧？咁我覺得而家嘅形勢睇啦，越嚟越趨向就係即係要和平地去打開呢道門係相對比較好嘅，即係同我之前嗰個諗法已經唔同咗。因為其實呢個世界真係變得好快，即係想當年可能4-5年前嘅時候，中國國力仲未上到而家呢個台階啦嚇，咁同埋美國都未有而家咁癲啦。咁你而家嘅角度睇，其實個趨勢已經越嚟越明顯啦，即係美國已經係一個遲暮嘅霸權老人，其實佢已經越嚟越撐唔住噶啦。咁但係中國就係一個欣欣向榮嘅後生仔，你睇到我哋而家做到嘅嘢係，即係以前嚟講我哋冇辦法做得到嘅。咁同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個趨勢一路咁向住即係中國國力嘅發展啦嚇。其實個趨勢一路向住和平統一有利嘅方向去發展嘅。即係今時今日你見到美國喺即係伊朗，即係佢打一場咁嘅仗都打到咁吃力。咁我哋係咪而家試過呢個時候去即係武力去統一台灣咧？係一個好時機嚟嘅，我可以咁樣講。但係咪最好嘅時機咧？一定唔係，因為我哋陸續都有一啲新嘅軍備係不停咁出嚟。我哋嘅6代機喺研究當中，我哋嘅003航空母艦仲喺即係集訓當中咧，未形成戰鬥力。004仲喺呢個船艙入邊做緊核動力嘅航母。咁你而家今時今日去做嗰個時機係好嘅，但係過多幾年係咪更加好咧？我覺得一定係，即係我講武統啊。咁至於你話和統就更加係啦，你有咁強大嘅實力可以做後盾，咁強大嘅工業實力，即係武力可以做後盾。其實呢個和統都係越嚟越後去做，越嚟越好嘅。即係睇翻而家嘅，譬如館長又好，柳哲克又好，其他唔同嘅一啲台灣嘅有識之士，或者佢哋自己已經開始意識到呢一樣嘢嘅成立。即係呢啲係幾年之前你唔會諗得到。台灣人有一啲台灣咁著名嘅一啲咁受歡迎嘅一啲博主夠膽咁樣做嘅，咁其實而家你睇得到呢啲事其實會越嚟越多啊，越嚟越後做嘅，越嚟越好。同埋台灣始終係一個島，佢同我哋咁近，佢開唔走嘅，即係你唔使驚佢走咗去嘅，嗰班人依然都喺上面嘅，其實真係唔使驚佢哋走咗去。咁可以慢慢做嘅就慢慢做啦，即係始終慢慢做嘅時候。到後尾和統之後，嗰個管治嘅成本就會相對低好多好多好多即係我唔想好似香港事件重演啊！香港當時嘅問題係咩咧？就係即係香港回歸嘅嗰一刻，即係香港人嘅即係所謂嗰個經濟能力啊，係比內地人係高好多好多。即係呢個問題就係到而家都未解決得到。咁如果你而家走去即係統一咗台灣。咁台灣本身暫時嚟講我講佢嘅人均嗰個經濟能力係的確比內地嘅人係高嘅。咁你點樣去令到佢哋信服，或者點樣令佢哋過得更加開心咧？用咩理由去統一佢哋咧？咁呢個最尾你就一定要喺即係我哋講喺內地人上面，即係你一定要抽一啲錢出嚟。去補貼台灣人，咁會唔會又產生咗一個矛盾咧？即係其實而家內地人對香港人都有啲睇唔順眼噶啦。咁到時你真係做一個武統嘅時候，喺呢個時間點會唔會亦都有呢個問題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似鄭麗文之前咁講啦，我哋真係要慢慢做咯，即係唔係一蹴
而就嘅。咁樣睇下大衛 Sir 同唔同意我呢個意見？嗱，傑哥所提嘅一個諗法呢，其實好值得大家思考嘅。由我哋習近平總書記同鄭麗文去傾偈，咁就了解到，即係而家中國其實係唔急於咧去統一嘅。咁但係你話唔急唔急，其實我就經常去台灣，我就覺得呢係應該急嘅，應該快嘅。咁就如果唔快嘅話呢，咁就呢個問題就會好嚴重啦。咁啊，另外一方面亦都睇到另外一方面亦都提到人大同埋政協嘅角色啦。即係一陣間同大家傾一傾，再傾到民主嘅問題。咁見到呢，有好多嘅人呢，其實都係對中國呢就睇得唔係好順眼嘅，因為人均 GDP 呢，老實講，我哋而家呢就其實即係得台灣嘅一半唔夠啊！如果睇人均 GDP 嚟講啊，咁但係事實上係咪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嗱，其實呢就要睇我哋實質嘅購買力究竟係到咩階段嘅。其實如果你計人均 GDP 嘅話呢，冇錯，咁就台灣嗰方面呢，其實佢哋嘅整體增速呢係好快嘅。咁啊喺2026年嘅1月30號啦，咁佢嘅人均名義嘅 GDP 呢係達到39,477美字嘅，即係接近4萬美字。而我哋睇翻我哋2025年嘅大陸嘅人均名義 GDP 呢，就係人民幣99,665。咁啊，其實喺美元計呢，係得13,953美元嘅，只係佔台灣嘅35.3% 嘅啫。我曾經喺4月中嗰號就去過台灣，咁呢其實我就睇到人民嘅生活呢，就其實都覺得尚算 OK 嘅。但係我淨係一片細嘅區域去即係經歷去睇嘅。咁但係今次就因為有幸啦，同一位朋友就去宜蘭嗰邊去探一位朋友，咁呢就喺台北車站嗰度呢，見到好多流民喺度嘅。流民係嗰種瞓喺地下度無家可歸嘅。咁其實你話人均 GDP 係咪可以代表一個國家嘅即係真正嘅能力呢？我就覺得未必係嘅。咁當然喺台灣食嘢我都覺得好平，食碗牛肉麵或者食個午餐，其實相對嚟講價錢都平嘅。但係住屋嗰度呢，就呢一世呢，台灣嘅後生仔都基本上唔使諗噶啦。咁同埋最近都聽到一個即係令到我幾震驚嘅消息，就係原來台灣嘅出生人口呢已經跌破10萬，2300萬人口跌破10萬啦。咁呢個情況呢係非常之令人震驚㗎。咁而且呢10萬唔夠嘅出生人口呢，其實有好大一部分呢係啲移工即係啲去台灣工作嘅人。最近台灣有一個好 hit 嘅話題，就係要開放3哥嘅移工過去。係冇錯。大衛 Sir 繼續。呢個係嘅。咁如果係咁樣呢，其實而家好多人呢都擔心話，如果你咁想呢，民進黨呢就第一個新鮮事出啦，係咪先？咁亦都改編咗一首歌啦，係咪先？咁我睇到呢，傑哥分享俾我嗰一條片，就真係幾搞笑嘅。一陣間同大家略略講下啦。咁我就睇到人口嗰方面呢，其實台灣嘅人口呢係急劇下跌緊，同埋好多人冇希望。仲有好多嘅後生仔即係我講話普通嗰啲喺即係二專，即係你讀完中學之後，你又升唔到大學，類似我哋嘅副學士咁樣，就讀2年你如果想讀上去，你又可以銜接翻大學嘅做。咁呢，其實連本地嘅招生咧都招收唔到，咁佢哋會點樣做呢？台灣就係招收好多越南，即係東南亞地區一啲比較即係生活冇咁好嘅國家，譬如好似越南啦、柬埔寨啦呢啲咁嘅地方嘅。咁啱我嗰位朋友呢，就係負責去招生嗰個，係咁佢同我講咗好多個情況，佢就今年就退休㗎啦。因為佢係想退休，因為覺得呢
如果我繼續再教書落去呢，喺台灣嗰班嘅年輕人呢，係完完全冇希望，根本教唔落手啊！唔知大家明唔明嗰種感覺？就係呢爛泥扶唔上壁嗰種感覺。OK， 咁啊當然唔係話台灣冇人才，但係你下一代要揾接班嘅人呢，就真係好難。反而呢嗰班呢喺越南或者柬埔寨嚟嘅，佢哋更加有鬥心，佢哋希望改善自己嘅生活，而且嚟到台灣呢，佢哋可以自由咁樣揾嘢做噶咯喎，即係去打工啊，去讀書啊。其實佢哋淨係喺返學嘅時候去打工呢，佢哋揾嘅錢呢，足足係越南嘅4倍人工，4倍人工有假放啊！我淨係計佢20日嘅工作時間。咁呢一個情況呢，對佢哋嚟講係好理想。如果喺柬埔寨過嚟，更加唔同啦。所以而家呢，好多東南亞嘅人就過咗嚟台灣嗰度去，即係讀書同埋做嘢。咁啊，如果開放俾印度人過嚟，係更加亂嘅。即係啲女士們真係要小心嚇，夜晚都唔好出街啦，非常之危險啊！咁雖然話一開始咧就唔係咁多人，但係我又覺得咧，對於灣灣嚟講咧，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人口個架構咧係出現一個橄欖型，同埋咧出生人口好少，上邊嘅人口咧就亦逐漸咁樣凋零嘅啊，因為壓力好大。雖然台灣嘅人均壽命都算係頗高嘅嚇，咁但係對於好多中青代嗰一代人嚟講呢，佢哋要再上呢，其實就好難噶啦。同埋你哋見到呢，喺00後嗰班呢，係出現咗一個極大嘅一個斷層，呢個問題好嚴重。仲有好多高端嘅人才呢，都被呃咗過去老美啊！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咁點解我會覺得係應該要早日統一呢？其實有個最主要原因就喺文化上高，佢哋已經唔當自己係中國人。呢個係最大問題。如果佢哋喺文化上高當自己係中國人呢，我覺得呢個可以慢慢傾嘅。因為我喺台灣呢幾十年啦嚇，其實來來去去亦都未曾經同台灣一邊呢就斷過聯繫。對我嚟講係喺疫情嗰陣時，我又冇辦法過去台灣。但係之後呢，基本上每年一次，起碼就會去台灣嗰度咧同啲朋友傾下偈。因為講真啦，我人生最精彩嘅幾年，真係喺台灣啊嘛，係嘛？由大學到 master， 足足7年嘅時間，同埋好多朋友已經不知不覺認識咗40年，40年時間。我而家58歲，係嘛？跟住對台灣呢，我係一路咁樣關注嘅，由國民黨年代到今時今日。咁所以呢，統一台灣係要快，但係唔好急嚇，呢個係事實。因為你睇翻再下一代呢，就完全唔同啦。香港嘅回歸，你諗下，俾老美殖民管治咗，即係好長時間，差唔多100年歷史，係嘛？咁呢100年裏面，其實香港人真係變化好大。有冇香港人覺得自己仲係一個中國人呢？其實有嘅，但係唔多。但係喺灣灣裏面呢，喺個政府度，佢哋所推動嘅就係完全去中國化。當然講唔通嘅。今次鄭麗文嚟到中國最特別嘅就係講翻辛亥革命，講翻日本嘅帝國主義呢一個論述，我覺得對我哋國家嚟講係幾新鮮。咁同埋亦都見到好多今次跟鄭麗文過嚟嘅一啲國民黨裡面內部嘅人，其實佢哋真係覺得統一係必行之路。咁我亦都成日同啲朋友講，就話其實你要統一台灣一啲都唔難，武統又好，和統又好，甚至圍統又好，做嘅方法只要做一樣嘢，就係你去到佢哋就會服從你。呢個係好特別嗱，無論用咩方法啊？點解呢？因為台灣基本上係一個純物嚟，你唔好睇民退黨而家做好多嘢，其實佢哋做好多嘢呢，佢哋都會買下保險嘅。老實講句啊，就你見到好多民退黨嘅人，其實喺大陸地區都好多生意做緊。佢哋要唔要生活呢？梗係要嘅。呢個只不過係佢哋嘅任務，同埋大家千祈唔好覺得老美唔係實質控制緊灣灣，其實老美係實質上控制緊灣灣。呢個實質係咩意思呢？喺各方各面，無論你係國民黨、民眾黨，又或者係民退黨都好，你所有經過你要決策嘅嘢，都要去到 AIT， 咁就
去唔係拜碼頭啊，而係呢要去聽佢哋嘅指令，我應該點樣做？咁呢一個機構裡面其實係掌控住台灣嘅生死。點解我哋習近平主席要去同特尼普總統去傾偈呢？原因就係話你唔好阻頭阻勢，統一我哋係必然嘅，而且呢一條路呢，我係覺得係會幾快下嘅。咁有朋友同我講，未來呢4年裡面呢，就好大機會呢就會統一嘅。咁啊，當然拖得1年就1年啦，係嘛？同埋我喺度作出個預判，我覺得我哋習主席會連任多一次，會連任多一次。呢個情況呢，就係睇到而家目前嘅成個情況，其實仲未統一。呢個時候呢，係我哋國家最關鍵嘅一個時刻，尤其是未來呢幾年。所以呢，我就預判我哋習主席應該會再連任㗎嚇。呢個係我嘅預判啫，唔係一定係事實。但係係咪統一對我哋中華民族咁緊要呢？其實係嘅。老實講，以前台灣係稱自己為不沉嘅航母，因為台灣話係即係所謂嘅寶島啦，福爾摩沙啦呢啲咁樣嘅形容詞啦。但係佢嘅外形真係好似一艘航空母艦，你睇到佢上窄下窄中間闊係嘛？咁啊成艘航母咁樣。咁其實對我哋嚟講，我哋係等於咧喺我哋嘅臥塔旁邊就有一件武器喺度，隨時可以喐我哋。咁如果佢哋和平統一，其實我哋當然係好樂意。頭先傑哥講一樣嘢我好認同嘅，就係國民黨今次係可能喺統一上高咧，喺灣灣島裡面係有嗰個主導地位。OK， 但係如果佢再繼續外鬥外韓呢，就基本上係玩完嘅，再冇呢個話語權。因為呢，我哋睇到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呢？就係而家鄭麗文嚟到我哋中央去訪問，因為真係中央政府啊嘛，我哋係嘛？咁呢，其實一班呢國民黨嘅老人家呢，就非常之唔滿意嘅。OK， 我有位朋友呢，就70後嘅，咁呢，其實我啲師弟師妹嚟嘅，咁佢哋話呢，即係包括佢老豆嗰一班呢，即係80歲嘅老人家，佢哋當時呢係諗住呢，郝龍斌呢係做主席嘅。咁啊，當鄭麗文一出線嘅時候呢，佢哋好驚訝，咁到而家都唔能夠理解，認為呢鄭麗文係打亂國民黨嘅部署啊，包括趙少康嗰班人其實都係一樣，即係呢班老人家覺得你唔論資排輩喎，你咁樣唔啱喎，喂，應該輪到郝龍斌噶嘛，係咪？再唔係盧秀燕都得係咪？咁啊，其實我朋友啊同佢老豆就直言就話，喂，要怪都係怪盧秀燕啦，係咪？佢選之前呢，就應該係共主嚟嘅，但係唔知咩原因，咁啊扭扭跌跌就唔表態，最後呢，連老一派推出一個基隆市立委都選唔上嘅郝龍斌，搞到呢啲黨員就好唔中意。咁啊，由於呢國民黨內部呢都有啲年輕嘅黨員呢係希望求新求變嘅，咁啊所以呢就轉向支持呢最識得講嘢嘅鄭麗文。咁但係呢，而家班老人家呢又開始唔滿意喎，就話呢冇聽我哋呢班老人家嘅話，佢話不聽老人言啦，所以就蠢蠢欲動。同當年呢馬英九呢就結束咗，咁啊應該呢就由吳敦義去跟住去選嘅，一樣呢就係嗰種扭扭跌跌就唔表態。咁啊意外呢就變成呢洪秀柱啊出線，就咪擔任呢一個國民黨嘅黨主席。咁啊等到最後呢又睇唔慣啦喎，咁啊換柱呢一個行動呢，一次過就將吳敦義、朱立倫、洪秀柱呢就三殺，令到國民黨嘅中生代呢就完全滅絕嘅。呢一個做法，我就覺得冇老美喺中間插手呢係好難做到嘅，因為各自有各自嘅利益，係嘛？呢個係一定嘅。我就同佢講冇老美份，你昆我咩？就係話，喂，你吳敦義，你會出嚟選啊？係嘛？冇啦，俾第二個啦嚇。咁啊，令到佢搞到亂晒，因為每一個政黨裡面嘅派別呢都有自己嘅利益嘅。呢個我哋好清楚嘅。你唔好話中國共產黨冇都有，不過而家當然同以前唔同啦，好好多啦嚇。
冇以前咁樣又有咩團派啊、乜派物派啊嗰啲咁樣樣，而家冇噶啦，即係一統晒所有嘅言論，同埋我哋都知道以習近平主席為核心係嘛？呢個係重點嚟嘅。咁我哋見到啦，其實嗰陣時咧，國民黨嘅中生代咧已經玩完噶啦，而家咧又重演翻由大陸到台灣一再發生一啲不滿派嘅大反撲。我哋見到盧秀燕其實扮演呢個角色嘅，咁啊力丸咧就俾敵人上台，即係亦都唔想咧俾自己唔中意嘅人當權啊！呢個就係最嚴重嘅問題啦。乜嘢叫做黨嘅利益？咩叫國家嘅利益？係冇嘅，係私利嚟嘅。嗱，呢個呢係我一位好朋友喺台灣裏面生活咗幾十年裏面嘅感覺。呢個感覺好嚴重，好嚴重，因為佢係國民黨員啦。咁呢，其實呢媒體呢亦都話係咩親美派嘅反撲。咁佢就認為呢呢個亦都有跡象嘅。咁譬如好似呢而家馬英九啊，同埋金富聰啊、吳敦義啊，都係李登輝時代培養出嚟嘅留美精英嚟嘅嚇。呢個當然啦，係嘛？同埋實在有太多資訊呢，係可以證明呢，佢哋好多即係黑材料呢，係掌握喺老美手上高嘅。咁啊，亦都見到盧秀燕雖然係台灣嘅本土大學政大畢業，亦都係淡江研究所畢業。咁當然淡江研究所係我母校啦。咁啊，佢做記者開始呢，冇留美嘅盧秀燕呢，去咗美國面試之後呢，呢件事呢就浮上台面㗎啦。即係其實講真，你係一個政治上高有能量嘅人呢，老美一定會睇上嚟。即係我唔會淨係買一邊，我幾邊都買。我就咧借住咧，好似同你合作，跟住咧喺裏面咧玩啲手段，去令到你咧冇辦法去離開我對你嘅掣肘同埋控制嘅。鄭麗文咧一擔任黨主席之後咧，佢嘅主力咧就希望嚟到大陸地區訪問啦。咁啊，令到咧所謂嘅親美派就非常之唔鋸啦。咁啊，決定咧同鄭麗文咧就死過。咁啊，結合咧目前即係我朋友即係對於國民黨嘅理解，呢班老人家只係知道佢哋所熟悉嘅人，其他啲人只不過係晚輩同埋後輩，係唔值得信任同埋承擔嘅。嗱，鄭麗文呢就細話歲，今年呢就57歲到嘅啫。雖然就快60歲，但係對於馬英九、趙少康同埋我朋友嘅爸爸呢一代嘅老人家呢，因為呢銜接嘅係1949年之後嚟到台灣嘅老化咗嘅國民黨，所以呢早喺40-50年代嘅時候呢，佢哋就被重用，同埋預計佢哋會接班嘅。咁呢，佢哋呢而家就年紀大啦，但係冇忘記到佢哋仲係接班人，所以呢就搞咁多嘢啦。咁你話啦，國民黨仲有冇希望呢？唔係話冇希望嘅，即係好似傑哥所講，呢個係最後一擊。咁我點解同大家傾咁多有關台灣嘅問題呢？因為講真，我當年去台灣，我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想傳承中華文化，令到我哋中華民族再次強大。但係我睇到我哋中央其實嗰陣時用簡體字，同埋呢由細到大我哋接受嘅思想都係中國好落後，所以本來有大陸嘅一間學校去俾我選擇，呢一間就係暨南大學。咁我有好多朋友就過咗去讀暨南大學，但係我就唔係，我選擇咗行另外一條路，因為我係由細到大都係學繁體字，同埋呢我係好中意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呢個係我嘅理想。我覺得去到台灣讀，我就可以學得更加多嘢。結果證明我係啱嘅，我係啱嘅。因為如果我當年去咗內地讀書，我嘅觀感可能會唔同 ，OK， 同埋我條路可能會唔同。但係而家即係訓練到我有非常獨立嘅思考判斷能力，呢個要多謝我嘅老師因為佢哋真係俾咗我好多嘅思考方法，令到我自己慢慢喺人生裏面呢就行出一條即係我覺得幾正確嘅路同埋我哋睇到啦，中國其實即係唔係喺未來嘅世界裏面呢係即係會再次復興呢？我就覺得呢一個觀感係錯嘅。點解呢？因為而家已經復興緊㗎啦，呢個係事實嚟㗎。因為中國嘅硬實力同埋軟實力呢，其實都非常之強大。咁仲有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其實好想和平統一，但係和平統一
係真係好想，但係好多時候因為某啲事情發生而令到和平統一冇咁容易啊！呢個先係重點。國民黨生死存亡同我哋係冇乜關係嘅，老實講，同中國共產黨嚟講啊，因為我哋講真啦，我哋係統一大部分嘅人。如果你很想同我哋傾，我哋係樂意同你傾嘅。但係你要玩嘢，我就絕對100%有好多嘅回應呢，可以俾你睇到嘅。但係大家見到今時今日，台灣地區同我哋大陸地區其實之間嘅商貿往來都好頻繁，而且咧亦都令到台灣人民係賺好多錢。老實講，我哋可唔可以鉗住台灣，唔俾台灣去同我哋進行貿易呢？絕對做得到，絕對做得到。但係點解我哋唔咁做？因為好簡單，大家都係中國人，我冇必要咁樣做。但係我哋做唔做得到？做得到。你睇下翻巴拿馬嗰單嘢，你係好清楚。我哋話斷就斷，根本唔會俾你任何機會。咁我哋強大係強大到咁樣嘅情況。咁啊，歷史哥李易修嗰度，即係其實我都佩服佢嘅，因為咧我係同佢同一年咧就出嚟咧去即係做節目嚇。咁佢係7月，我就8月啦嚇。咁啊，其實早咗1個月。佢亦都咧喺分析歷史同埋政治事件上高咧，我覺得佢都有佢自己獨特嘅見解，一個好犀利嘅。OK，咁啊，其實對於而家灣灣人嚟講，就好似頭先傑哥所講嘅，佢其實係生活喺一個大莊園裡面，佢只不過係奴婢啊，選個管家出嚟，呢個管家係邊個呢？仲要上邊嘅老細同意先得。如果佢唔同意，就話俾你聽呢條友仔唔得。咁啊，鄭麗文危險嘅地方係咩呢？係咪內部反佢呢？唔係，係老美覺得我唔中意你，我叫你內部啲人反佢。如果老美話你其實冇乜所謂啦，唔作任何行動呢，就冇問題嘅。咁但係而家就要做嘢啦，會唔會係大家一齊打佢，令到佢又變成換柱2.0呢？呢個機會係唔可以排除。如果真係換鄭麗文嘅話呢，我相信問題會非常嚴重啦。但係做唔做得到呢？唔知。嗱，頭先傑哥亦都講，我哋嘅人大同埋政協其實兩個功能呢係非常之唔同嘅。人大呢係最高嘅國家權力機關，咁全國人大嘅代表呢係提議案，咁呢亦都呢會審議政府嘅工作報告，咁佢要履行職責或者行使權力嘅，呢個係真正嘅權力架構啊，係最高嘅國家權力機關。咁就政協係咩呢？就係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嘅組織。咁啊，中國共產黨領導嘅多黨合作同埋政治協商嘅重要機構，係協商包括國民黨都喺呢一個機構入邊去行事嘅。OK， 咁啊，全國政協委員呢係提案啊，唔係議案啊。咁呢，而且要討論，係討論，唔係審議，係討論嘅啫。政府嘅工作報告，而喺政協委員呢，唔係履行職責或者行使權利，而係呢參政議政嘅啫。啊，參與政治同埋呢議論政治，所以呢係唔同嘅。咁啊，當然人民可以選擇唔同嘅單位或者機關，人大或者政協去做。咁啊，當然國家呢都會委任嘅嚇，因為你係有代表性噶嘛，係咪？咁啊，我哋見到其實而家西方嘅勢力呢，對於灣灣嘅影響好大，因為灣灣呢係自視好高，因為以前我哋真係好窮，真正嘅崛起，我哋話經濟嘅崛起，唔係文化嘅崛起，其實係差唔多20-30年前到啦，係咪？咁啊，到而家呢幾年呢，就急速咁樣去發展。咁我哋見到有個最嚴重嘅問題係咩呢？就係老美不嬲話俾你聽，一個謊言話俾你聽，你有主導權㗎，你有選擇權㗎。你中意去邊度住就喺邊度住啦嚇，你中意選擇咩宗教就選擇咩宗教啦嚇。你睇下，你可以選擇領導人幾勁係嘛？當年我都俾人呃過係嘛？哇，台灣地區好勁啊！哇，可以選擇自己領導人啊咁樣。後來心諗你都戇居嘅真係係嘛？邊度有可能啊？你呢啲領導人，你只不過選擇一個去管理嘅人啫。啊，呢個管理嘅人係咪上高仲有更加多嘅人控制住佢呢？100%係啦，係嘛？我抌錢過嚟。我所有控制晒，你咪係我嘅奴隸咯，就係咁樣啦。嗱，講真一句，如果要一個經濟能力好勁嘅去
即係統一翻另外一個經濟能力唔係好掂嘅，就好似當年嘅西德同埋東德，呢個當然係會一件好事。但係講真，中國勁唔勁，又或者中國經濟能力強定弱，我相信而家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嘅。冇咗中國，其實你所有國家乜嘢都唔係，唔係我哋霸道，而係我哋係真係有咁嘅實力。但係我哋唔去行霸道，我哋想和平統一，係俾個機會俾你，你搞清楚呢個係重點，唔係話我哋要強迫你去做，我哋只不過係話俾你聽，我哋係要統一㗎。呢條路你如果可以傾，我哋就傾；如果你唔可以傾，我哋就按照翻我哋而家嘅目標，一步步行到呢個結果出嚟。嗱，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啦。好，交俾傑哥。其實係啊，頭先戴Sir講得好啱啊，即係其實台灣嘅政治其實係美國人背後做一個策劃，或者佢哋做主導嘅。即係台灣省搞咁多嘢，其實背後都係特別話事嘅。總之你嗰個即係任何政策啊、領導人啊、嘅變動，其實都係美國人岌咗頭先去做嘅。即係我記得最清楚就係之前朱立倫啦，咁佢選完呢個黨主席之後都要拜會美國人。咁佢都同佢講，同美國佬講話，我可以比民進黨更加聽話喎，你不如支持我啦。咁不過美國人覺得冇乜能量啊，冇乜價值，所以先至唔睬佢嘅啫。即係到底呢個選舉呢個制度係咪一個好嘅制度咧？係咪真係民眾可以作主咧？咁咧頭先提到嘅即係三哥嘅移工問題啦，其實喺選舉之前，民進黨都明確表明話反對嘅。咁點解選完之後而家上咗台啦，又贊成咧嚇？咁喺在野黨嘅時候，佢都會反對呢啲咁嘅所謂嘅萊豬啊，即係嗰啲瘦肉精嘅豬肉嘅。點解上咗台之後又贊成咧？係咪？其實呢啲全部都係老美或者叫做外部資本嘅一個妥協嚟嘅，或者佢個內部資本嘅一個指示嚟嘅，同台灣人民嘅利益冇任何關係，亦都同台灣人民嘅意願冇任何關係。即係呢個所謂嘅民主制度或者叫德姆克拉西制度更加貼切啦。其實佢真係一個俾外部資本或者外部勢力去控制你本土嘅一個方便之門嚟嘅。咁所以我哋搞咗咁耐咧，都係最尾決定唔用呢個制度。我哋講緊即係中國中央政府係點樣選習主席出嚟咧？其實透過人大係一層一層咁上嘅，即係由鄉嘅人大、村即係市嘅人大、省嘅人大，即係一層一層咁選代，即係叫做授權咁上去嘅。咁最尾就選習主席出嚟嘅。咁其實你可以咁講咧，叫做間選出嚟嘅一個一人一票嘅方法嚟嘅。咁即係呢個太長，我就唔喺呢度特別講啦。咁總之我哋而家睇到一個好客觀嘅形勢，就係中國人民喺呢幾十年嘅生活係得到不停咁一個好大嘅改善。即係我哋而家定緊嘅目標就係2035年嘅時候，即係我哋嘅 GDP 要翻多一番。呢個講緊2035年嘅呢個目標，我哋係定咗喺我哋嘅16.5規劃入邊噶啦。咁其實到時再睇翻中國嘅體量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做到話唔係我哋逼你，係你自願要過嚟嘅？因為到時中國嘅 GDP 已經係講緊而家嘅1倍。到時美國係點樣，我哋唔理啦，即係我哋講咗做好自己嘅一個本分先。咁呢個就係講緊我哋國家嘅一個即係長遠嘅執行力，一個策劃，我哋領導人嘅質素，即係佢或者佢領導個團體嗰個班子嘅質素，咁同台灣嗰啲即係外部勢力控制嘅呢班人係唔一樣嘅。即係你睇翻台灣人民嘅生活喺呢幾十年裏面有冇咩大嘅改善？即係你除咗得到嗰一張令到你好興奮、好高潮嘅嗰張選票之外，咁其實台灣人嘅生活係冇乜特別大嘅改善，我可以咁樣講。即係我記得我10零年前去到台灣嘅時候，同埋我再早20年前去台灣嘅時候，好冇乜太大嘅改善啊！我記得我嗰陣時去應該05、04年咁上下，我去過台北一次。咁當時就係即係所謂嘅人民選舉民主制度開始咗冇耐嘅時候，咁我覺得當時即係接觸過一個喺台灣嘅香港人。咁佢講咗一句好應景，我而家越嚟越覺得有意味深長嘅說話。佢就係呢個選舉藍同綠嘅爭鬥，令到台灣不停咁沉淪。
即係佢零幾年嘅時候已經咁樣講，佢一個香港人，佢睇得好清楚，即係佢感受到，佢好早之前已經過咗台灣，佢睇得到台灣嘅生活由原先冇呢個選舉，冇外部勢力嘅干預，就相對少啦嚇，唔可以冇啦嚇，冇咁容易干預。到後尾呢個選舉，大家兩黨之間嘅爭鬥之後，台灣嘅生活質素，即係佢自己喺台灣長期定居啦，佢個生活質素係直線咁下降嘅。咁呢樣嘢就係我哋講緊即係一個叫東升西降啦，你可以咁講。大家嗰個人民嘅生活係覺得越來越即係大嘅對比嘅。咁你而家即係有越來越多嘅渠道可以令台灣人民可以睇得到內地人民佢嗰個生活嘅質素嘅改變。即係總係想講，唔係話淨係 GDP 嘅。即係你睇下台灣頭先大台上講話，台北車站都有咁多嗰啲露宿者，反而你去翻深圳、去翻上海、去翻北京，甚至乎啲2、3線嘅城市，其實老實講，我真係冇見過即係街頭露宿嘅人，真嘅冇見過。即係呢樣嘢係令我覺得都幾震撼嘅，即係同我20年前去深圳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個光景啦嚇。咁呢個我覺得係應翻之前鄭麗文主席佢講嘅，即係大家開唔開心係好緊要嘅。台灣人民過得開唔開心咧？即係除咗俾嗰句抗中保台嘅呢個咁嘅政治口號激勵之外，其實你睇翻你自己嘅生活，覺得開唔開心咧？咁中國內地或者叫中國大陸呢邊，即係佢冇好激烈嘅一啲政治口號，咁但係中國大陸嘅人民覺得開唔開心咧？即係佢哋成日叫住自己月薪3000，但係有冇人肯翻返去20年前嘅中國住咧？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大勢所趨嚟嘅，慢慢即係我自己都係咁堅持啦嚇，即係可以慢慢嚟，但係一定要快咯，係嘛？即係到最尾一定要即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去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時機個點喺邊度咧？就係台灣人民羨慕我哋中國內地嘅生活方式嘅時候，即係呢個主人翁嘅過法，你點樣去做一個主人？你係可以有呢個羨慕之心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有一個順水推舟嘅過程。即係個時機就會到㗎啦，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即係除咗即係台灣嘅呢個統一個方法，即係和平統一，即係我哋都咁講啦嚇。鄭麗文唔係最尾嘅一個機會啦，唔係最尾嘅希望啦。咁調翻轉嚟講，我哋中國去統一台灣嘅時候咧，咁其實對比世界嚟講咧，其實亦都釋放咗一個信號，即係世界上面裏面嚟講，到底呢個和平嘅世代嘅最後嘅機會係咪就係中國復興嘅呢個機會咧？你要加入呢個和平嘅世代，係咪要快啲舉手、快啲出聲咧？即係呢個係一個信號，可以釋放出去俾世界咁多人知道嘅。即係你啲資金而家到底係走向歐洲啊，走去美國啊，定係走去香港咧嚇？即係喺美國搞啲咁嘅嘢嘅時候美國嘅呢個導彈防禦系統原來係咁流嘅時候，咁到底你啲資金、你嘅希望到底喺邊度咧？即係美國人而家奉行嘅呢個世界嘅秩序即係呢個佢中意打就打，佢中意搶就搶嘅呢個世界秩序，到底嗰個希望仲有冇咧？即係我哋國家奉行緊呢個黃道世界人民嘅和平嘅大團結，大家人類命運共同體，即係呢個相信亦都係你表態。即係到底企邊嘅一個最後嘅機會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唔表態支持，即係呢個中國嘅和平統一咧，咁其實喺遲啲嘅呢個世界秩序建構起嚟之後，即係新嘅呢個世界秩序建構起嚟嘅時候，你自己會唔會仲喺呢個邊緣位置咧？好似巴拿馬啊，又或者立陶宛即係呢啲咁嘅小國，甚至乎有啲中型嘅國家，譬如加拿大啊、法國英國德國呢啲，到底你會支持和平統一定係繼續喺度支持美國嗰一套咧咁呢個就係最後嘅希望，我可以咁樣講。嗱，其實咧而家有啲國家咧就令到灣灣地區好不滿嘅，因為咧喺佢哋要填份表上高咧就填住中國，因為咧係實質上就話俾灣灣人聽，你係屬於中國嘅一部分，因為一個中國嘅原則，我哋係要秉持住嘅。OK。如果你唔承認你係中國，你係不斷咁樣將自己喺國際上高呢係好似獨立出嚟，我哋係唔容許嘅。其實我哋睇到係收緊，咁對於好多西方國家嚟講，都知道係收緊緊。咁所謂嘅民主政制西方式嘅，即係我而家做節目以嚟啦，我就逐漸發覺呢一個唔係民主，呢個係戇居。可以話一個龐氏騙局咯，我自己覺得係咁最重要嘅就係
我哋睇到我哋中國而家所做嘅每一件事，同埋我哋嘅成個制度呢，唔可以話係好完善，因為講真啦，如果一個制度僵化咗呢，其實一定會崩壞嘅。嗱，呢個係一定，生老病死一定會有。咁但係呢，即係靠不斷嘅改革、不斷嘅研究同埋進步，即係永遠喺去目標嘅行程當中，咁就得㗎啦。咁啊，對於灣灣嘅呢個問題呢，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呢再揾時間再細細地分析下嘅，因為實在要講嘅嘢好多好多。咁啊，環繞住出生問題又好，工作嘅問題，佢究竟成個地區有冇發展呢？我可以見到唔係話冇嘅，亦都見到呢台灣人係好聰明，好知道自己想點，亦都見到呢台灣人嘅禮貌係即係我覺得啊嚇係真係感覺到呢令到人好舒服嘅。OK， 咁但係有個問題，佢對我哋大陸地區嘅嗰個感覺呢係極差嘅，極差。好多人其實淨係想嚟攞着數，唔係真心真意呢想去謀求民族復興，大家一齊去貢獻出自己嘅力量。嗱，頭先傑哥提出一個重點，如果我哋係經濟發展係強過美國好多，甚至係超越台灣嘅，灣灣好自然就會靠過嚟。首先仲有一樣嘢，你嘅領導者係咩先？國民黨係咪真係想統一呢？其實講真啦，鄭麗文咁樣講法，我聽其言，跟住要觀其行，睇下佢做啲乜嘢。但係如果你睇翻島內嘅政治呢，就算鄭麗文作為一個國民黨主席之尊，佢都要過去老美嗰度呢去拜碼頭。親美，大家記住係親美和中喎，係有層次之分嘅喎，連佢都係咁樣樣。咁你話啦，希望喺邊呢？係咪喺台灣人民度呢？講真，統一對所有人嚟講都唔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咋，只不過大家覺得我俾人洗腦洗咗咁耐，就係咁樣咯，我咪認咯，係嘛？即係我自己從來唔會覺得你如果唔統一，台灣人會好主動同你講我想要統一咯，明唔明啊？係唔會嘅，唔會嘅，呢個係唔會嘅，因為你要睇下嗰個即係當地喺居住咁耐嘅情況之下，佢嗰個封閉性喺邊度，同埋佢接收嘅資訊喺邊呢？你淨係得中天，而家就算中天都有時候要喺兩邊攞翻個平衡，呢個先至係最特別嘅地方。嗱，各位觀眾密切留意下啦。我始終覺得武統唔係一件好事，和統絕對係好事，但係武統同埋和統之間其實空間係好多。中央係咪可以考慮即係唔同嘅一個方式去真係快啲令到台灣回歸呢？呢一點就有考量之點啦。好啦，我就講到呢度。傑哥有冇咩要補充呢？我諗有兩個點啫。第一個點就係即係可以注意下啲年份啦，即係除咗2035年之外，可能仲有2030年啦，即係月球嘅登陸戰啦，可以咁講啦。咁啊，仲有就係即係呢個係硬實力嘅一個全面嘅提升或者叫體驗啦嚇，即係冇得呃嘅呢樣嘢。即係無論你做幾多宣傳又好，都係冚唔住嘅。另外就係即係我諗寄望於鄭麗文一個人。係我哋即係或者台灣人或者國民黨嘅一個講法啦。咁但係其實真真正正即係內地政府嘅做法咧，其實佢哋嘅方向就係咩咧？寄望於台灣人民啊，即係一個叫做如果你動員到台灣人民主動或者佢哋去有一個和平統一嘅意願咧，其實就擋都擋唔住嘅。即係就算你美國又好即係國民黨又好，甚至民進黨都好啦，都擋唔住呢個方向嘅。咁只要台灣人民俾我哋呢邊說服咗、動員到，咁其實就冇問題㗎。即係要相信群眾嘅力量，相信人民群眾嘅智慧。咁中間點做咧？共產黨好熟悉呢個方法嘅。咁我信任國家嘅做法，即係咁啊。我呢個完全同意嘅，我信任國家嘅做法只不過我自己有啲心急希望快啲可以喺我有生之年見到統一，尤其是喺未來呢幾年裏面，咁我就覺得呢就好開心啦，名正言順咁樣攞住香港嘅證件就可以去到灣灣，咁就 OK 啦。呢樣嘢係我最開心嘅。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感謝大家嘅支持，記得訂閱大衛上嘅頻道，留言點讚、分享睇廣告，多謝咁多位，拜拜。